市永和有一对兄弟仔专门咧走外送，前2天半暝下班，看到一间公寓的3楼窜火出来，因一开始了准是有人咧拜好兄弟仔咧烧金纸。我紧一个看，枵掉哦，是这个冷气机导火。2兄弟仔马上一个卡119，一个拼性命，甲每一户来试电源，刷落来冲入去公寓来拍火，提起住户赶紧来逃命。结局是好利家在，大家拢平安。里长、甲厝主、甲住户，大家拢真感谢这对热心的兄弟。免体3楼闷出大火，警消赶紧到现场，发现西瓜家中的冷气已经导火烧起来。事发伫15号半暝3点多，新北市永和老公寓发生着火灾，就惊半暝住户困甲唔济人，未赴得生。消防员布水伞向窗仔门来喷水。好在这当时，对面的电话卡有一对走外送的兄弟仔，发现无对同，无顾家己穿底裤甲衬拖，消防官赶来就走来救人。房客还没有睡觉，就给他敲说你们家楼上失火了，每家都敲，每家都有敲。英勇啊，他说失火，你们赶快跑。住户将室外冷气导火，大火无到10分钟就拍花。当时姓李的兄弟仔走外送都下班，看到的时，佮感觉奇怪，哪有人这么早就来烧金纸？行较近来看，才发现是火烧厝。赶紧入公寓的门铃通知住户逃生。火烧厝的厝主说讲，因兜都无导火，佮掠准有人甲创治，等到房间内全部拢是浓烟，才赶紧窗仔门关咧来逃生。没人注意的情况下，是很可能整栋楼都烧起来，到时候是非常麻烦，因为家里都是易燃物啊，所以他们2个等于是天使啊。事发了后，李长参厝主嘛到消防队向兄弟仔来说道谢，毕竟救人是1分1秒拢正要紧。兄弟仔冲入火场，热心救人，真值得挂盖鼓励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